講下大埔火災。人類最應該吸取嘅教訓係從嚟都唔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。事發之後，消防員殉職嘅消息、傷亡同失蹤人數嘅公佈，連環燒着樓宇嘅畫面，我都唔敢想像樓入邊嘅場景。未能夠及時逃生嘅人係有幾咁絕望。第一台趕到現場準備救援嘅消防車，嗰啲消防員望住呢種迅速蔓延嘅火勢，點救？你話點救？佢哋何嘗又唔係感到絕望？人心肉做啊，邊個心唔會揦住竹棚、防水布，仲有嗰啲唔符合標準嘅易燃建築物料。呢個係一個老牌國際大都市，呢度係冇規章制度嘅，有，但係現行嘅規例要求腳手架穩固安全，但係冇禁止用竹材，亦都冇要求必須使用阻燃網，更加冇要求高層外牆工程採用金屬腳手架。係冇人覺得咁樣有風險嘅咩？有，一定有。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喺2025年3月就宣布過，新批出嘅公共工程招標項目入邊，至少一半係需要使用金屬棚架。或者你同我都會有疑問，點解係一半唔係冚唪唥？我答你唔到。但係竹棚架嘅材料同埋施工費用，佢只係金屬腳手架嘅一半，而且竹材輕，佢好搬，可以適應不規則嘅樓體結構，搭同埋拆效率都高過金屬架50%，而且全港有2500幾名嘅註冊竹棚工相關從業者3-4千人，而搭竹棚同搭金屬腳手架，佢並唔係同一門手藝，所以呢件事嘅歸因佢係一定有分歧嘅。但係嗰幾個已經被指涉嫌誤殺被捕嘅工程公司負責人，應該係最心知肚明，有啲錢賺咗係生仔冇屎忽嘅。我係唔信，我掛個大大隻嘅禁止吸煙嘅牌喺樹，嗰啲地盤大佬就會照做。全屋裝修，你去監工，你都會見到一地煙頭啦。退一萬步講，唔關嗰啲竹棚嘅事。咁大嘅工程，你仲夠膽死用啲唔合規、唔防火嘅輔材？你咪就係用幾棟30幾層樓嘅人命嚟教飛咯。香港歷史上有冇發生過因為建築裝修工程而引發嘅大火呢？咁梗係有啦。每次事後調查都明確指出，易燃材料、監管漏洞同密集環境之下嘅火勢蔓延風險。咁又點啊？差唔多嘅漏洞咪又喺多年之後以另一種形式重現？問責對失去生命、失去親人嘅人嚟講，一文不值，賠？攞咩嚟賠啊？邊個賠得起啊？其實我哋唔係唔知乜嘢係有隱患嘅，但係往往悲劇發生之前，改變現狀嘅代價同埋阻力，佢硬係排位高過小概率嘅風險嘅。嗱，今次我哋係咪真係肯付出代價去作出改變，定係話僅僅表達完沉痛哀悼，然之後又等下一次教訓以更慘痛嘅方式回歸呢？